好，请问爱去哪位？我爱去信兴车站，请问是用条表算是无？到信兴车站要200块，同条表差唔多钱。好，反映园来信兴车站，一车头嘅历史超过100年，一个建筑结构结合欧洲式同日本式。头摆佢係我哋台灣縱貫鐵路嘅前高點。哇，當期待呢！永田團橋也到家附近係無？係啊，永田團橋也有100年嘅歷史，經過200台灣總鋪嘅大體通，團橋留下歷史嘅弘揚同責任，當有意思哦。正經當有意思。我聽咗我去，該位還有台灣第一座鐵道次行車，歡迎你去體驗。聽咗當好了。等下唔是得對信興車站坐鐵道次行車去永田團橋，一次行車一特別係6年重新改，是得用電池充電。很酷哦！硬體嘅安全設計也做得真好，有 GPS 定位同自動語音導覽。193線鐵路路項會經過3班鐵橋同8座磅空，正經當得得去體驗。去到當舒適呢？到咧，呢位是喺信興車站。落來咯！祝福你了來歡喜。